政府嚟緊咧都係會用4.7億咧係去資助巴士公司去換600架嗰啲電動巴士嘅。咁雙層嗰啲係80萬，單層係40萬。咁我想睇下政府喺呢方面呢，其實係咪都可以同巴士公司商量一下呢？即係讓佢哋嗰個更換嘅速度可以快啲。另外呢，喺嗰個承擔價格上面呢，其實佢哋都要再進取一啲，因為其實而家電動巴士嗰個價格比以往啱啱推出嚟嘅時候呢，亦都係平咗好多嘅。咁而且喺嗰個燃料價格方面呢，佢哋嗰個電費嘅優勢係有喺度嘅。咁所以我相信，如果能夠換多啲嘅電動巴士咧，唔單止係可以改善我哋路邊空氣質素啦，亦都係可以減輕佢哋嗰個燃油成本嗰個壓力。另外嗰個電動巴士即係換車嘅速度咧啱嘅。其實而家環境生態局去釐定嗰個補助嗰個價格嗰陣時候咧，其實佢哋都考慮咗嗰個營運嘅成本同埋嗰個車嘅價錢嘅分別。而家再加上油價嗰個同埋電價嗰個分別啦即係喺佢考慮嗰陣時咧，其實已經考慮咗呢兩點嘅。咁另一方面咧，唔同嘅巴士公司嘅車隊嘅車齡咧，都係有分別嘅。佢即係如果佢啲車齡未達到，佢就換車嘅話咧，其實佢個資本嗰個即係嗰個回收翻咧，其實都係會遲早咧會影響個票價嘅。當然啦，如果嗰個電車嗰個價錢咧係可以更加有競爭力嘅話咧，我哋都會鼓勵佢哋盡快做呢個新能源巴士。